下面咱来共修上帝话，咱的圣经旧约的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17节。上章迄日，学生中有2人去一个乡下，名叫以马忝，离开耶路撒冷25天。伊早咱3顿因讲经过拢总的事，伊拢愿咱全的在这时，耶稣本身困我，才伊三脚行，因2人袂捌。直到未认着伊，伊安怎认着这时，甲顿拢听有那面话，因着讲面带忧伤，所也所是从你的人因人叫我甲可以，请你甲在这，伊未买啊。伊个就叫法，因所因是，很开始，是好对时，所对名。要让那个老人，咱讲会，开圣经的时。咱的点无电话，就即时起身，倒去到山顶，拄着在迄个学生甲隔壁这些人，讲主过的路我也出现互西门看去，人也讲起你努力所拄着的事，甲你背命的时，怎样？下面是罗牧师要讲道的是亲自走群做伙同行。下面时间咱交罗牧师。各位教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听他君王，只好无者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伫阮伫黑暗中痛苦忧闷的事。是你用你的疼痛扶持安慰阮，伫阮需要教导、需要训练、需要搁较济的知影讲这世间的路站要安怎行的时，是你做牧者，由你的怪、你的队伫头前引带阮。主，我满心感谢你。今仔日你嘛搁一摆引带阮到伫你的圣殿。搁一摆为着阮所拄着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恶当当的，拢伫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祈祷甲恳求。今仔日嘛用你疼痛的话语、你教导的话语，搁一摆来引带阮，互阮敢知影，伫即马咱的生命中拄着所有的代志，咱要安怎来去面对，要安怎来去感谢。求你的信心今仔日对头到尾，拢伫阮的中间。来帮助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搁一摆感谢教会有互我有这个机会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咱教会来报告请安分享大专中心的意向嘛搁一摆感谢教会对我伫这新学生以来。每一档拢邀请我来做伙来分享特别是嘛关心我的伫这牧会伫这大专学赛中间的状况嘛替阮一个伙仔祈祷安尼真感谢。大家若是讲知影这是我家三宝这是我们家二宝二宝。旧年的时是阮兜足困难的时阵旧年。过年的时阵若是大家知影讲，阮爸爸甲我爸爸2019年的时阵中风拍迄个 COVID-19 疫苗中风，倒去屏东休养搁复健。旧年过年的时阵就想讲，要去迄要去因屏东去看阿公阿嬷，
传囡仔去看阿公阿嬷，结果阮妈先确诊，确诊了后，阮爸确诊，阮爸确诊了后，伊就迄个肺受损太严重吼，后来就爱气切吼，所以这是那过年的时阵发生代志。就阮开车到屏东的时阵，我妈讲身体无啥爽快，所以那个过年我们都住在外面的饭店，没有办法进去看阿公阿嬷吼。然后那过年就这样子，忙碌的又回到台北。他回来之后呢，儿童节4月换我们家全家5个人接连确诊，然后6月时阵在第2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一直低烧不退啦吼，低烧不退，足几有工安尼，挡袂牢，就去迄马偕医院急诊吼，急诊医生讲安尼带院哦，因为怕比较危险，要打抗生素安尼哦，所以就住院吼。住院住到礼拜6的时阵，我跟我太太无商量讲，明仔载拢爱我去服侍，安尼无法度，我不能这样子轮流哦，因为我太太还在喂老三，还在喂母奶哦，所以她就在台北的家里面，白天的时候她在台北的家，白天的时候她在医院顾老二，然后我在家中顾老大跟老三，然后要喂奶的时候再把老三带去医院，晚上的时候她要找妈妈，所以变成说晚上之后她要来轮班安尼吼。然后礼拜6日的时候，我就跟太太讲，我无法度，因为我让去教会，我无法度安尼讲。我们就跟医生讲说我们要自行出院哦。医生讲好啊，恁就迄什么切结束了嘛，强签的安尼溜出去哦。然后感谢主后来，转来厝内底了后，阮这老二的就好就较好势安尼无代志哦。弟兄妹，这是阮的陪伴咱的囡仔吼，但是想讲你的孙还是你的囝以前。细汉的时阵都是安尼吼，大小病不断哦，这个时期哦，有时候我们在那个陪伴咧照顾的时阵，敢若看袂到尽头对无？毋知当时囡仔当时会好吼，搁有你的足侪工课要去处理吼。咱陪伴咱是大人嘛是安尼吼。我拄仔讲我爸爸这个状况吼，这4档外吼，安尼起落落。他们后来我拄仔讲他过年了后气切了后，伊敢若也是佫会使家己自行会当拔管吼，拔管了后会当自行来去呼吸吼，来去呼吸吼，继续来复健。没想到在上个月3月中的时候，他就又开始发烧吼，所以又住进去医院吼。住进医院之后很快发现说，他除了那个发烧发炎的问题之外，他内部的那个癌细胞也多处转移了吼，所以很快在3月底的时候就安息主怀安尼吼。所以其实这4档话，阮妈妈照顾，阮爸爸拢家己这样照顾，24小时照顾吼。然后有时候好像状况好了，有时阵够落去吼。那个过程，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一天，有时候也看不到成效吼。有时候敢若好起来，敢佫无好。这是咱陪伴时细甲时大的时阵，常常会拄着代志。咱伫教会中咧，来陪伴阮的团契小组内底关怀吼，来关怀心咱的兄弟姊妹，也是讲来关心阮的青少年、咱的主日学的学生吼。有时候也是常常这样子吼。有时阵咱的兄弟姊妹拄着学堂等代志你就常常要赖他、关心他、听伊讲话吼。但是安怎？你嘛有家己的代志要做对无？你有家己的厝内底来人要照顾你的工课要照顾。有时候那个陪伴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伴我们的教会兄弟姊妹落去吼。这时阵要安怎呢？我想今仔日透过今仔日耶稣来陪伴这要去以马五这2个门徒的这段路会当互阮有淡薄仔思考吼。这是今仔日的经文的头前吼，头前的就是耶稣4个月头一日吼，这妇女伫这耶稣的梦头前拄着天使吼，伊这妇女就惊吼，这天使就甲因讲，着纪念耶稣伫加利利的时阵，安怎甲恁讲吼？耶稣甲恁讲，恁主要交互伫这罪人的手内底，等是第3日过晚吼，第8日，这妇女就想起来吼。因原本是袂记耶稣所捌讲的这个应允吼，到伫这个天使讲了，因就想起来吼。这是一个引言吼，所以今仔日引言开始了后呢，伊就倒转去，甲门徒讲吼，门徒嘛毋知影为虾米发生这代志，为虾米有天使，为虾米耶稣内底的梦是空的这代志吼，因种戆影吼。
我想伊嘛是袂记得耶稣所讲这个英文吼。所以今仔日同一日吼，两个门徒就要对这个耶路撒冷要去一个以马忤的所在去吼。这两个人就咧讨论咱拄仔所讲的吼，耶稣的梦为虾米是空的？耶稣为虾米互人受掠、受定死的这个代志吼？这个代志。无想到安怎，耶稣就突然出现伫因的中间吼，问因讲恁发生啥物代志？你讨论啥物代志？为虾米安尼遮忧愁安尼吼？这门徒就甲因讲，你伫即礼拜吼，你伫耶路撒冷，你毋知影这礼拜发生啥物大代志嘛吼？伊就这门徒就对头教会这计流巴，就对头教会甲伊讲一摆吼。拿撒勒耶稣的代志，第19节的所在，一直讲到咱拄仔所看到这妇女看到耶稣的梦是空的，佮拄着天使的代志吼。第27节安尼就煞吼。但是安怎因犹原袂记你讲啥物代志的？这妇女嘛袂记得这代志，第7节这代志吼，就是耶稣捌对这门徒所讲，伊要对4个月的应允哈。伊甲即个头前即个陌生人吼，甲伊讲耶稣足侪代志，讲完了后讲，结果无讲但是安怎耶稣有捌讲吼，伊会对4个月无讲吼，所以安怎咧？耶稣就甲伊骂啦，无知的人啊吼，这先知所讲的话，你的信到有够，你的信得太迟钝了吼，耶稣都对头教会拢甲因解说吼。我今仔日也用足侪巴度吼，这个很多的图吼，它是不同的时代的画家或是雕刻家在说耶稣怎么样跟这两个门徒在遇到的相遇这个故事吼。这个图是美国的画家吼，然后他在画说中间这个讲话这个是比较皮肤比较黝黑的这个是耶稣吼，然后他坐在麦当劳还肯德基跟两个门徒讲话吼，讲这个今天要跟他接下来讲这个故事吼。为什么是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的呢？吼，咱伫圣经内底看，就是有一个门徒的名叫计流巴，另外一个无讲对无？吼，因要去倒位咧？因要转去这个以马忤吼。这有足侪圣经学者讲，这以马忤可能是因的故乡吼。这计流巴甲另外一个门徒爱转去故乡，有可能另外一个门徒是因的太太。所以有些圣经学者会，或是些画家会画是一男一女这两个门徒是一男一女。像这样，这就是安尼吼。耶稣坐伫这麦当劳内底，甲因两个来讲来分享安尼吼。这就是就开始耶稣都对摩西甲众先知所讲的对耶稣所讲的预言吼，来对因来讲吼。讲到要暗的时阵呢，就耶稣就要继续这是伫这欧洲一个教堂内底的这个雕刻吼，用石头去把它粘贴的画像。耶稣搁要行吼，因两个人就要留因落来做伙大安尼。咧食饭暗顿的时阵，耶稣摕饼祝谢背互因饼的时阵，这两个人的目睭突然就安怎就啉出来，这头前的是耶稣吼，总是安怎耶稣安怎伫迄时嘛安怎就无去啊吼，就拍无去啊吼。这两个人搁又互相的来去确认讲，伫路上这个原本咱当作是陌生人吼，结果了后是主耶稣吼。耶稣对阮讲话，讲解这圣经的代志，咱的心敢毋是火热的嘛吼。所以安怎就倒转去耶路撒冷，甲彼得甲其他11位门徒来去分享讲，因拄着耶稣，过活耶稣吼。这西门彼得嘛拄着过活耶稣，因就安尼做伙伫耶路撒冷来听候耶稣过活的这指示吼，来甚至是来传福音，互大家各一摆会当来去过愿望这代志吼。好，弟兄姊妹，咱伫这个所在中吼，咱想讲，耶稣为虾米伫这食暗顿八饼的时阵就认出耶稣咧吼？咱有感觉足奇怪吼？伫路上一直安尼行路，拢伫徛伫你的身躯边，一直安尼行路，你会认出来边仔这是你过去3冬外做伙生活的太太，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嘛吼？足奇怪的代志吼。总是咱会当是想看觅，为虾米门徒有可能认袂出来咧吼？咱咧是想看觅，这个门徒这个圣经学者有讲可能这是门徒因的心吼这是互上帝互因来认袂出来是耶稣吼。我想嘛有可能是门徒说这礼拜中间拄着
种种的这代志，互因认袂出来耶稣。为什么安尼讲呢？咱搁想看觅，为什么这门徒要来军队耶稣？这3当外吼，耶稣这门徒看到耶稣伫这个所在所行这神迹奇事，也是讲因有权柄的教导吼，所以因产生搁较侪有侪对耶稣要行的代志的期待吼。因毋茫讲看伫搁较侪的神迹，搁较侪赶鬼甲医治的神迹吼，也是讲毋茫讲因的国家以色列会当搁一摆来得到这宗教的复兴吼，灵性的复兴。嘛有可能是安怎？因想要来耶稣会当带领因来讨棒因来离开这罗马帝国的统治，吼这殖民吼殖民吼。所以这门徒拢有共款无共款的期待来军队耶稣吼，来去。这耶路撒冷这个所在去哦，因毋茫讲，这耶路撒冷可能就是耶稣要去遐来宣布，伊要刷来要做的计划吼。无论是宗教顶头、政治顶头，也是讲这医病赶鬼顶头的代志吼。但是安怎？这门徒因大无共款的梦想，因为耶稣互人掠、互审判、互定死，拢无啊吼。拢无啊吼！这耶路撒冷这圣城吼，捌是因认为讲哇，阮有法度伫这所在来去实现阮家己的梦想的这个所在吼。但是因为耶稣的死，这所在这耶路撒冷诚做因失败、侮辱啊的记号吼。甚至是安怎？因爱离开这个所在，要逃离这个所在，是因为因要逃离因家己的侮辱啊，因他们自己的羞耻耻辱吼。甚至因伫遐嘛拄着性命的死亡甲威胁吼，无想要甲这耶稣共款，互人掠起来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仔日这两个门徒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倒转去以马忤的原因吼。所以因种种这心内底的状况，甲这外界的威胁，所以至到因认袂出来这头前的人是耶稣吼。嘛有可能这原因拢是上帝，互因来去经历吼，因为。互因先认袂出来，后壁因才有可能认会出来啊！这原来是主耶稣吼。耶稣是门徒是安怎来认出这耶稣吼？咱所讲耶稣八饼足谢吼，互门徒来去，搁一摆来受起来讲，因捌甲这耶稣做伙会足特殊的这个时刻吼。咱看圣经内底有看到两个耶稣八饼吼，八饼足谢的两个时期吼。头一个就是5饼2鱼的神迹吼，这是门徒第一次在耶稣身上经历到吼的一个神迹吼。特别是因为这门徒要家己去处理5000人要食饱这个问题吼，因无法度处理啊，无法度解决啦吼，所以到伫耶稣的面前，耶稣甲因解决吼。这是因门徒头一摆来去惊觉到说原来前面这个老师不只是老师吼，伊是。这主吼，这是上帝吼。第二个嘛是因都特殊甲耶稣做伙的时刻，就是最后的晚餐吼，最后的晚餐吼。所以是安怎门徒会当透过耶稣八饼足谢来认出耶稣咧吼？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礼仪，这个伊甲耶稣做伙足亲密的迄个时刻的这个故事，伊个经验吼。透过这个礼仪也是讲这个习惯来换回了。他们现代当下被恐惧，或是讲怀疑所压制，遮遐美好的记忆吼，会当过一摆个产生对性命，还是讲未来的茫敢动力吼。这就是为什么咱教会要第二期来安排这个圣礼典，透过无数伫头前八饼祝谢这个动作，嘛，互阮过一摆来去想起来讲，阮甲耶稣家己捌伫这生命中，甲耶稣特别特殊。亲密的时刻，透过这样，互阮对未来、对信仰，搁一摆产生望吼。透过今仔日的耶稣会陪伴门徒这个故事，我想要大家分享2点吼。耶稣要安怎去陪伴、关心因两个失望的门徒咧？头一个方法是亲自走近吼。耶稣的方法是主动去靠近、去询问，并让对方自己诉说吼。阮迄大囝吼，伊读这个中班的时吼，阮太太就带因
放学倒转来吼，倒转来时阵，我就坐咧遐吼，我就甲伊讲来，阿梦，我拢甲伊讲台语吼，阿梦来，你甲我来，你今日伫学校发生啥物代志吼？伊就甲我讲，我今日伫学校拍同学，我就惊一落，你哪会使拍同学？我就甲伊讲，你袂使拍同学，拍人是毋对的代志啊！你爱好好甲因讲啊，安怎，袂使动手啊，安怎？伊就看起来足委屈啊，就甲我讲，因为伊先抢我的玩具，吼，兄弟姊妹，我的方法是安怎？我甲耶稣是完全无相共的方式去关心我的细囝吼。我是安怎？我坐咧遐，叫伊来，吼，我坐咧遐。我问伊一句，伊讲一句了后，我安怎？我回几句，我10几句啊！吼，耶稣是安怎？耶稣是这两个门徒，伊彼此咧讨论的时阵，伊想要用家己的这想法去解决。耶稣的梦为什么是空的？阮即摆要倒转去，伊妈个了后要安怎吼？因其实咱伫圣经内底无看到因要追求。上帝的帮助，甚至是基督嘛无吼，因用人的方式去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哦。耶稣是自己去靠近他们哦，他们没有要找耶稣，耶稣自己去靠近哦。耶稣去靠近怎么样？也不是说哦，我是耶稣啊，我就是耶稣，我顾啊，你免顾烦恼啊，无吼。耶稣是安怎？耶稣是去问吼，你发生啥物代志？哦，你咧讲是啥物代志？吼，其实这门徒所讲代志，耶稣有了解无？伊有了解，都是。今仔日这个礼拜发生的代志，哪会无了解咧吼？但是耶稣按耐性子吼，听因讲吼，讲了后安怎？伊发现有个破口啦，就是讲这两个门徒嘛是安怎？袂记你啥物代志？我都有所讲，因袂记你耶稣伫过活之前有捌对因讲，伊要死佮过活这个应允对无？所以这门徒讲，无讲过即句的时阵，耶稣才有可能安怎对因讲无知的人啊，吼，你那么信的太迟钝了，吼，再好好的跟他们讲。但是兄弟姊妹，咱是不是跟阮同款？有时阵是安尼吼，有人关心我们，问人家关心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人家讲一句，我们就很快的。这个你确诊我知道，我有确诊过啦，吃什么药哪家诊所很快就会好啦，或者是什么你就是要多保养啊什么的。然后你原本关心人家，人家讲一句，你回10句，然后那个10句是你自己的经验耶稣不是安尼吼，耶稣是主动去挖别人互因家己讲因发生什么代志这是耶稣主动亲自走近而且我上面这个近跟这个周报的近不一样耶稣是物理上的走靠近他们，其实透过耶稣主动去靠近去走进他们的内心耶稣让对方自己诉说之后，那个也是一种透过那个人的去整理他内心的状况，我们才有办法再更一步的去透过他没有讲的那个部分去关心他这个我感觉是耶稣头一个亲自走近，互阮伫陪伴，还是讲关怀关心别人重要这个思考的点第二个做伙同行我所讲当这耶稣开始，当这门徒无讲完了后无讲的迄耶稣对死过活迄应允，耶稣头一句甲伊应啥物？无知的人有时阵，咱的关心陪伴，咱都想讲阮所关心陪伴这个人心情已经无介好我就有真有疼心，就用就有耐心听伊讲总是耶稣伫这个所在安怎？他也适时的用严厉的话来教训我们他所关心陪伴的这个学生有时阵不只是爱用耐心，有时阵嘛是爱教导，有时阵嘛是爱用咱圣经信用的话来去互因产生动力因为我们人的爱心跟耐心那个是从人想的只有上帝的话才有办法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关心的人对生命才有产生对未来的动力这是头一点第二个所在是我拄仔所讲的，这耶稣主动抱歉，耶稣主动去劝我在门徒陪因行这25里的路这耶稣不是
底天来，他大可可以怎么样？他已经升天，他可以用天上的声音跟他说：“哦，你免烦恼啊，我已经够啊。”不，耶稣还是用一步一脚印，用人的身体陪他们走。为什么呢？这是阮第三个囡仔吼，阮大妹妹。我去参加活动，迄时阵伊搁指挥我吼，搁咧学行路。中远迄是我咧安尼牵伊行吼。咱若是有这试过这或有养过小孩，或者是说你有陪过小孩走路，就知道说，你陪着小孩走路，你不可能怎么样，你不可能站得很直，这样子拉着他在前面走。为什么？他手还在发育，他手会受伤，对不对？你一定要弯下身子走，你一定要弯下身子走。你弯下身子走之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走到他前面的时候，你才看到他前面头前到底是有路徛无，还是头前有石头、有危险物啊？可以把这些东西移走。兄弟姊妹，这嘛是上帝在这个所在，耶稣这个所在陪伴用家己的脚，用家己的这肉身来陪伴耶稣吼。陪伴耶稣的门徒吼，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夫妇陪伴吼。他不是站在一个高姿态，站在天上来说哦。来关心吼，这是耶稣做伙同行这部分吼。我拄仔看到这耶稣伫这八饼了后，伊就这门徒目睭就惊啊吼，就发现头前是耶稣的时阵，耶稣就无去啊，对无？耶稣就无去啊。阮咧想讲，为什么耶稣会无去吼？若是门徒想讲耶稣会当继续来对因来分享，互因给他们激励哈，给他们更多的热情哦，然后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们有时候在陪伴别人的时候，或是在被陪伴的时候，也会希望这样子。如果身边那个人可以一直陪伴我下去，多好，对不对？我可以被关心、被照顾的感觉很好，对不对？但是不可能嘛，我都要所讲的，陪伴迄个人，也是讲我去陪伴别人，拢有家己的困难，我有家己的生活。有家己的厝内底的人要照顾，我有家己的工课，我们不可能24小时看着赖去关心人家。这时准备安怎呢？我们只能陪这个对方走一段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个对方说，某某兄弟或某某姊妹我能陪你到这边我有自己的难处我有要划清楚那个界限这是要划清楚界限。但是上帝安怎？会永远甲你伫地这耶稣上天了后，伊进前上天进前，捌对这门徒讲，伊要离开这门徒，总是安怎？伊的想事，伊会派什么？伊会差遣什么？圣神甲这门徒伫地其实这耶稣无离开因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陪伴因我们在陪伴人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陪你到永远，但是上帝的圣灵、上帝的教导，我们可以给他们。我们可以跟他们说，上帝的圣灵会永远跟你一起同在，那个是永远的关怀你的角色。我想这是耶稣在这个所在亲自走近，跟一起同行两个，互阮在这陪伴人的这无简单的这服侍顶头，会当去思考的代志。总是你会讲。了传道对，今日就报大家拢写我是了牧师其实我是传道尔我6月才奉牧所以也没有关系，也快了，没关系你要讲了传道你讲的就简单但是实际要去做，要安怎做，就困难的兄弟姊妹，我要讲对，真的就困难的所以其实伫陪伴咱进前，咱个想看卖一个代志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以马五斯之路是哪一段咱可以我们要先静下来去思考在我们那个人生的以马五斯的路，我们是要从哪里逃往哪里去？我们生命的耶路撒冷是哪里？我们曾经想要在那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的时候，在那边遇到挫折了，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同温层，回到我们的舒适圈去的时候，途中是谁亲自走进，甚至闯进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也没有想给他关心关怀的时候，跟那个门徒一样，是想今日来我的生命内底，是什么人跟我做伙同行？
陪伴我行一条路咧。是我的兄弟姊妹，是我的亲情朋友，还是讲教会的兄弟姊妹，还是讲带领阮进入教会进入这信仰的这信仰的前辈咧。透过因的陪伴，透过因的这同行，互阮会当对这伊玛我，我们回到的这个同温层这个小镇，我们有动力，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要去实现梦想。但是失望这个耶路撒冷去，面对我们破败的生命，甚至安怎会当过一摆为主来做见证。兄弟姊妹，当阮有时间来静落来、安静落来，去回想咱的这段生命中伊万恶的时阵，才有可能再去陪伴人家。好，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被陪伴、被上帝陪伴过。互其他人陪伴过了后，阮才有可能嘛用性命去陪伴其他人。好，所以我们才可以接着用生命去陪伴某一个正在走以马忤斯的之路的人，陪他走一段路。好，这是重要的功课，但是嘛需要时间来去回想。好，我家己嘛是安尼吼，我拄仔讲我要6月要服务，我要继续伫大专内底服侍。我要行这条路，陪这大学生行这条路吼，要继续行4档，如今已经3档4档外吼，要继续行，是因为10几年前我嘛是我的辅导，我的学长姐嘛是陪伴我经过信仰的怀疑吼。若是兄弟姊妹知影讲，阮爸爸嘛是牧师吼，以前的牧会生活就侪坎坷吼，迄坎坷到互我。有时候对上帝失去信心哦，对教会的兄弟姐妹也失去盼望哦。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透过实在就在会列的在基督徒的学长姐辅导陪伴关心，让我再一次去面对我生命的破口，让我再一次去重拾或去重建我对信仰的想法哦。所以透过我即马咧做嘛是安尼吼，嘛是甲耶稣今日所讲的同样。这是我即马所出来辅大团契甲长庚团契哦，因的主会相片哦。透过他们去聆听他们怎么样跟上帝走过这20年来的生命吼，他们的信仰的旅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透过迄个听的中间，才有法度去了解因生命发生什么代志。迄个听伊无讲的，就是上重要的代志。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持续带导、关心跟服侍他们的地方吼。这是我即马所做的这事工嘛，是真重要的事工吼。嘛，因为有安尼陪伴，才有可能互遮的亲人的性命，搁一摆去服侍其他的性命吼。这是去年的暑假的时阵，我带台艺大团契，北艺大团契，甲长庚大学团契、体育大学团契吼，去这林口大安教会去服侍遐的。在遐社区的囡仔吼，还有40几位拢毋是基督徒吼，遐社区内底的囡仔吼。好，这是阮即马所做的大专的重要的这事工嘛，是阮的意向吼。我想要来介绍一个阮的大专的事工，阮的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是2个中会，咱的台北中会甲七星中会合作的这个事工的这机构。这是阮即摆的同工有2位七星中会的传教者，阁有2位是北中的传教者，包括我吼，有2位是全职的辅导吼，因为是传教者，但是愿意来陪伴遮的学生哦，做对团契的辅导，阁有2位的行政的同工安尼吼。所以其实咱扣掉2位行政的同工，7个同工吼，第一线的同工，我们要去遐个台北地区吼，北基地区30几间的学校内底去牧养17个团契吼。伊17个团契是因为拄我所讲的这长庚团契，其实包含长庚上边吼，长庚大学、体育大学、长庚团契，伊合作会，因拢伫边啊，所以合作会够长庚团契吼。阁较侪资料伫咱手头的迄个学讯内底有写吼。所以其实超过300位的在北基的地区吼，基督徒嘛好。毋是基督徒嘛好吼，要去服侍遮的亲人吼，
所以我所讲的，就是来稳定个这17个团契，稳定参加团契的人数是要我200位吼。包括这个无稳定参加的团契，佮无导友，佮毕业生吼，有足侪对中南部来读册，了后佮留咧台北做工课，佮咧敲找信仰甲教会这个社青嘛是阮所关怀的青年。去年受洗27人，那是阮所行这一些策略吼，我们那个在我们的学训内底拢有写，这较紧的。透过装备的课程，也是讲实践吼，互因法度去，即我所讲的，因用性命去陪伴其他的性命吼。暑假又要到了吼，要出福音队吼，这是阮去年所做的福音队的事工，还佫关怀咱的即个社会的等等。今年咱有2个重点的事工，就是伫今年的10月5号，伫树林教会要举办阮这台北大专海鲜中心对美国宣教师来已经70档吼，来去即个北北基的福音的事工，伫这大学内底的事工70档吼，所以伫迄10月5号要有一个感恩礼拜活动吼，去所以阮要去联络捌来参加这中心团契的这个学长姐，这70档来拢参加的吼，所以要做一个这活动安尼吼，联络闭气吼。我拄仔所讲的寻找福音教师跟专业人员，就是我拄仔所讲的，其实在那么大的北北基地区30几间的大学院校吼，我们只有7位全职的同工在第一线服侍吼。来做传福音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其实阮咧敲找伫大专内底、学校内底福音的教师、基督徒的教师甲专业的人员所以若是兄弟姊妹，你若有是在伫北北基的大学内底服务的教职员因嘛有这意愿来去关心咱的这大学生的因的性命会当嘛来邀请因来甲我联络因为团契嘛。继续来去开拓新的伫学校内底开拓这是阮需要咱兄弟姊妹会关心大岛的部分。今年阮的自筹款要350万，包含咱的人事费跟阮要办的这个课程活动、事工的部分200万这是部分。我们欢迎我们用那个信用卡的小额的定期的付款加入我们的这个小云之友，所以请兄弟姊妹继续来大岛甲支持，阮阁咧邀请到桥垂伙伴教会来陪伴遮个学生调查教会内底大专的教师甲专业人员，讲阮所欠缺的这部分，这侪事工拢写伫阮的学训内底，阁有阮的这 FB、IG。内底拢有兄弟姊妹，阮阁一摆想要邀请大家来加入关怀青年世代的这个队伍因为你小小的行动甲奉献，就有可能来带来最大的改变改变一个青年人的生命，不管他是基督徒，不管非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改变一整个台湾的世代所以阁一摆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关心大专生的这个部分上尾兄弟姊妹，当阮咧陪伴，无论是阮伫第一线来去陪伴、关心遮个青年，还是讲咱的兄弟姊妹透过关心祈祷，还是讲伫教会内底服侍咱的兄弟姊妹，阮伫厝内底囝儿是细是大的时阵，拢有拄着软心软弱的时阵。求上帝信心帮助阮，互阮心内底目睭拍开，搁一摆看见国外耶稣伫阮的中间，搁一摆看见耶稣捌伫阮的生命中陪阮行迄段伊玛乌的路，互阮搁一摆有活力起来，阮有搁一摆的信仰来去陪伴阮身躯边所看见遐有需要帮助，需要阮去陪伴遐个人，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有机会真做你的囝儿，因为你的疼痛无放松阮，互阮伫捌伫这黑暗中的时阵，你阁敲找阮，
倒转来伫你的厝内底。所以，阮有今仔日坐咧遮来感谢俄罗你，来咧回想阮对你遐所领受的恩典甲疼痛。总是当阮想要将你的恩典疼痛，搁一摆来分享，也是讲陪伴阮所需要身躯边需要有需要的遐个人的时阵，阮有感觉足侪有理感。阮无需要搁要服侍去陪伴关心别人的事。求你的信心搁一摆，互阮的性命的心、信仰内底的心，搁一摆火热起来。互阮知影讲，阮咧陪伴过程中间，毋是我家己一个人咧辛苦，是因为有上帝你的气力伫我的中间，是你家己咧陪伴迄个需要你的疼痛的人。阮不过是器皿器具拿定。求你搁一摆亲自走进阮的性命，陪伴阮所关心陪伴迄个人的性命中，嘛甲阮做伙同行即条无简单、伊茫我的路。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